今日飲咩咧？今日哇，睇下先。究竟飲乜嘢酒會令到你打冷震呢？由之前講 whisky 講到 gin， 今日我哋講到 rum， 都話好耐冇同大家去分享過 rum。咁今日咧我帶嚟一支咧2024年啦，哇，浸翻2年啦，2年前嘅一個作品嚟嘅，俾大家睇睇先。The Easter Hunter，Jewelry 出嘅，來自於牙買加朗姆廠啊，叫做 Hampton。我而家飲一啲高脂類嘅朗姆酒廠嘅話咧，有幾間一定有一間啦，係咪？第一間首選 Hampton， 第二間首選 Long Pond， 第三間首選 Newmouth， 第四間有乜嘢 TDL， 王者中嘅王者 Caroni。咁喺咁多間入邊咧 ，Hampton 咧係今時今日咧繼續有蒸餾緊嘅，可以買到佢嘅單桶嘅，而且咧佢年份足夠長，有高年份啦，有低年份啦，而且製程好豐富，有唔同嘅脂類程度，即係佢喺發酵嘅時候咧，佢哋會去測試緊個脂類物質去到幾多嘅，叫做 HLPA 啊，即係意思係佢每一克入邊有幾 HLPA 嘅嗰個數值啦。好似我呢支咁樣咧，900到1000啊，最高嗰啲咧1000幾2000咯，2000零咯都有嘅。咁係咪越高越好飲 ？No， 我個人認為咧900到1000或者1200、300度咧，如果你係一個脂類愛好者，即係中意好重口味飲落去嗰啲叫水果調好飽滿嘅話咧，1200、300左右中㗎啦，唔好再上啦。因為過高咧，其實佢會壓抑咗佢嘅風味，令到佢風味更加閉鎖。我哋飲落去嘅時候咧，佢有機溶劑，即係所謂機油味同天拿水味太重啦。哇，熟到爛嘅芒果，女送芒嚟嘅，香蕉啦、巴啦啦，釋迦啦。我中意佢一件事喎，佢有榴蓮味，但係嗰陣榴蓮味冇咁重喎。晏啲啊，仲有一款我會同大家分享，哇，嗰隻榴蓮味真係頂唔係好緊。啊，如果你中意水果咧，同你講冇啊，真係終點站嚟嘅呢啲真係，好鬼正。而且佢正嘅地方咩咧？佢冇茶底嘅 ，TDL 就唔同啦，好多時係高雅嘅。點解 TDL 咧？佢去到尾水嘅時候，佢底層咧係一個我叫做茶底，即係佢有啲茶韻喺度。呢支唔同，果陀的果汁啊，酸甜。腐爛水果、甜熟水果，哇，木質，然後咧佢有木質單寧，因為呢啲酒新嘅，好似10年嘅啫，10年都唔到添，9年啫，好正啊！呢啲酒我好中意，即係你中意重口嘢冇得講嘅啦 ，Hampton 啊冇得輸啊！呢啲酒咧就冇嘅啦，因為已經係2年前嘅啦，咁咧我就開咗嘅，有分享，有想飲下朗姆，飲啲高脂嘅，想試下呢種腐爛水果嘅，儘管揾我話你知喺邊度可以買到分享，好唔好？有咩好酒，下次再同你分享，拜拜。